欢迎收听8月30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3章23到29节，心思的战场，最爱影响你。我们被罪影响还是被爱来影响呢？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其实我们知道罪跟爱很常是同时存在，然而我们的心中会有一个比例和具体的方向，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所以罗马书12章21节，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提醒我们，所以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多多少少会有那不属神的心思意念、情感、思想、意志。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基督徒来说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从他来的话语，提醒我们、保护我们、扶持我们，不被恶所胜，而是能以善胜恶。在 John Milton 这位英国的思想家，他曾经说，心灵呢有他自己的空间，他可以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或是天堂中的地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这地狱真的成型了。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经验，然而许多的人因着认识这位让心能自由的上帝，所以即使像是在地狱中，却仍然感受到从天堂来的喜乐。然而有一些人，他看似样样都有，但他心里却是空虚混沌。今天的押沙龙让我们看见，2年后他没有饶恕，也没有放下，更不要说他有谅解。其实在这里面，他是更笃定的要杀害暗嫩。在一场剪羊毛的宴席当中，当时的剪羊毛会同时摆设宴席，所以押沙龙在这样的情况中就邀请这些王子们一起来参加，其中他也要他的父亲大卫。然而大卫为了不想要浪费觉得太麻烦，所以押沙龙在再三恳求之后，大卫仍然没有参加他的宴席，而是就祝福他而已。那在这时候，押沙龙就另外提出他要他的哥哥跟暗嫩可以一起来到这个宴席。王代这时候当然会有一点纳闷这之前发生过的事你我都知道怎么会邀他的哥哥暗嫩去呢？但押沙龙再三恳求之后，大卫只好让暗嫩和王还有其他的儿子来跟这个押沙龙一起去。大卫自己没有去，但王子都去了。在这里面，押沙龙预备了一个很丰盛的宴席，而就在这样的宴席当中，他要他的随从非常笃定的、大胆的、勇敢的，就是杀害暗嫩。那喝醉酒的暗嫩就在这其中被杀害了。然后最后经文说，随从就照押沙龙的指示杀了暗嫩，大卫其余的儿子都骑上骡子逃跑。为什么他们要逃跑？押沙龙会杀了他们吗？其实还有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暗嫩他是长子，也就是这种太子的身份。当这些其他的儿子杀了太子，杀了王所立的这个长子这个长子就死了，那可能他们是要共谋叛变的，所以不要跟这件事情瞎搅和，或者是要逃避押沙龙其他可能性，所以他们就赶快逃跑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2段经文的文学或者是一些细节的安排上，其实都会让我们隐约的看到了大卫跟这个拔示巴事件的影子大卫很有可能是强暴，或者是就是要他来然后跟他发生关系，不是出于拔示巴的意愿。而在暗嫩他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强暴他的妹妹塔玛，用一个从这个损友，我一直说他是损友约拿达的计谋来的，然后他也做了这样的事，而且
他们两个都一样，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倒是在罪恶当中衍生出更多的罪恶，到一个结果就是乌利亚因大卫而死，而这暗嫩呢因押沙龙而死，然后都是在一个过程里面，一个罪恶影响一个罪恶。但是来到押沙龙今天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伦的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惨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按着上帝心意来彼此相爱，没有在爱中有好的管教，没有在爱中不管是说诚实话，或者是真实的去有爱的行动跟表达。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归咎是大卫这位父亲他的管教不够周延，不够有智慧。但管教的另外一方，另外一个人，他是否去寻求上帝的心意，还是让自己心中的仇恨去继续滋养，其实这也是个人的责任。不管是在父子关系中，还是在押沙龙他面对塔玛的事件当中，他让自己的心随从自己被罪恶影响后，好像在心里也在预备一个罪恶的空间。所以我也引用这 John Milton 说的话，他说这个心灵有一个空间这位押沙龙好像他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叫罪恶，然后呢他还添了家具，然后呢他还装潢之后，然后他邀请暗嫩来住在他家中，住在这个罪恶所影响渐渐成型的家中，然后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掉，然后也顺便把在里面的暗嫩烧掉，这样的一个感受。面对这样的环境，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之前有讲过的三角形一个旁观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加害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三角形里面。可能过去你是一个曾被家暴的人，当我们没有神的爱，神的教导来回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家暴他人的人。当我们没有神的爱来帮助我们走出黑暗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会复制黑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多时候来到主的面前，让他的话语来引导，再次的也来到主的面前来默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是被罪还是被爱影响比较多？我如何在环境中以善胜恶呢？今天的这首诗歌说到被爱，他说我的心完全的被你被吸引来亲近你，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然后副歌说，所以不再怀疑，不再忧虑，爱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世界牧师要说，如果你正在一个好像有很多罪恶影响的环境，好像被罪恶笼罩的环境，不要忘记你是被主所爱的。主的心意不是要你一起活在罪恶中，或是被罪恶来影响，而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告诉你，你是深深值得被爱的。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耶稣对你的爱，能阻挡上帝对你的爱。他用爱来吸引你，让你能够胜过恐惧，胜过罪恶，胜过自我中心，胜过自以为意。很多时候受伤的人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只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觉得我就是个受害者，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对待我。到后来我们会看见许多受害者很容易变成加害人。恳求主帮助我们不被
恶所胜，而是能够有从主来的善，以善胜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真实看见在罪恶当中每一个人真的很有限，唯有主你的爱能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能够保护我们被保护在爱的里面，不跟爱同行，也不去跟跟恶来比较，不跟恶同行，不跟恶比较，不让自己遇见试探。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要脱离罪恶，也脱离成为恶者。谢谢你的爱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愿主来帮助你察觉你正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更是有从主来的提醒，让他带领你在环境中以善胜恶，经营良善来胜过一切的罪恶，因为主的爱比一切的罪恶更大。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